青松觀是香港著名的道教場所及慈善團體，從50年代開始，贈醫施藥，做慈善幫助市民。香港青松青松觀觀致力教育事業，青松後開辦寶園中學校，學，服務社群。例如開辦青松後寶園中學，學校強調五育並重，因材施教，發掘學生潛能。手機時代盛行，青松觀致力宗教服務和網絡宣傳，例如官方網站提供道教學院課程重溫、道教研究資料及專題。人口老化速度將加快，青松觀致力安老服務，例如提供跨專業的醫養結合長照服務，整合住宿機構、醫療護理與日照資源。青松觀歷史悠久，見證香港時間變遷。